台南青年公园为着纪念英国的马雅各医生白色巴当，伫今日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马雅各医生，也感谢守护台湾徛伫前线的医护人员。教育囡仔精彩的拍鼓表演，马雅各医生过往100年纪念园游会正式开始。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郑元汉、副总统赖清德嘛特别来参加。英国甲台湾的关系，对156年前马雅各来台湾迄时阵开始，因两个人拢希望未来爱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武汉肺炎当前，台湾防治工作相对顺利，相对成功。因为我们有一群非常专业、符合国际水准，而且愿意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所以医护人员现在的训练可以追溯到过去马雅各医师建立台湾第一家医院。这摆纪念园游会拢总180担，主办单位嘛准备50块的招待券，予台南的医护人员。表达对防疫人员的感谢。园游会伫台南的青年公园嘛有特殊意义，在地教会希望争取改名做马雅各纪念公园。伊来台湾，伊的生活都拢伫遮，伊的病伫后壁嘛，来公报社嘛，搁新行医嘛，因为伊生活伫遮吼，所以用这个公园来纪念伊上适当的啦。目前地方的教会正咧争取公园附近里民的支持，希望6月会当有结果。记者陈嘉文、赖伟哲台南报道。